先將豬心、瘦肉飛水，呢度半個豬心，一細嚿瘦肉，唔使一次過俾晒一個，因為我係燉2碗水啫，人多就俾晒一個咯。豬心好大個。啱先啲蓮子乾貨咧要浸水，浸完佢浸一浸水，浸10零分鐘水之後咧，就擠落個底嗰度，擠個燉盅嘅底，就俾片薑。就呢啲係啱先出咗水嘅豬心同埋瘦肉，擠落去，飛個水嘅，咁啊加滾水，全部擠晒落個燉盅嗰度咧，就加滾水，大概係2到3碗水咧，即係唔會飲咁多。太多，浸嗰啲材料差唔多就得啦，多少少，隨你哋中意啊。咁就隔水燉，攞個煲擠2對呢啲筷子落去，將個燉盅就擠落去，雞生雞，跟住加水，再加個蓋。因為太高啦個煲，就一個不鏽鋼碟加落去，跟住再加啲水，加到佢就唔好加啲水，唔好高過個燉盅一樣，開始燉，最少咧就燉2個半鐘，大火滾咗之後咧，就轉中小火或者1點火，咁滾開咗轉1點火燉2個半鐘或者3個鐘就 OK。燉咗3個鐘，好香。清清地，聞見好甘香。